台中丰原王家命案检方认定姓李的团买负责人涉犯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昨具体到案，今仔日裁定羁押禁见。但乃是丰台和台南安南区一带收容流浪狗的场所受到损伤，另外农作物损失11挂，全台上界严重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去拜访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表示后个月会来接待咱的总统赖清德，也毋过咱总统府到今也未有相关的说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台中市丰原王家命案，即马有上新的进展啊！检方是掌握到3大事证，认定这姓李的团买负责人是涉犯诈欺、伪造文书，甚至是恐吓等罪，昨甲伊拘提到案了后，今仔日是海准羁押禁见。丰原王家5人命案关键被告团购组姓李查某人，检警整合新事证14具提到案现场串别证，反复14记录，先后以刑法诈欺处财、伪造准书文书、恐吓处财等罪嫌成合禁见。15透早台中地方法院裁准。被告于案发后确实有指示证人删除对话记录，于到案后又更换赖账号，并传送讯息要求证人改用其他账号联系。主认被告确实有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具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故依法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检警查出王家大汉查某囝女童和县长的美容师小开之下加入姓李的查某人经营黄金团购群组，女卡被黄金碳卡米上技术被骗负责上千万。专小组先通知姓李的查某人到案水平测了15万交保，引起议论。后续整合3大新事证，有被告甲死者电子设备扫绘采证、信用卡、录卡金流，加上其他被害者出面指证14个具体到案，第一证电户、验别证据甲交传证件记录，再准羁押禁见。就相信检调，相信就是警方啊，也是谢谢大家的那个就是好意啊，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善心，就是目前都还 OK。王家大查某囝朋友强调相信司法侦办，王家家属心情也算稳定，感谢各界关心。台中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发动2摆搜查，到案接受调查人数超过30人，包含县长的美容师、县店的饭店业者、甲县长，也有金楼县议会业者3人，涉犯洗钱、诈欺等罪转入被告，后续继续调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诈骗连精品嘛咧做啊！这个一48岁姓陈的男性呢，伊是假要来卖限量的法拉利的跑车，欺骗美国的经销商，大概是3亿。这检方还阁发现，伊有咧做线顶的跋筊网站来洗钱，即马已经甲伊的车辆、甲精品，甚至是银行的口罩等等，拢甲扣掉咧，才有伪造文书等罪，甲伊声押核准。白色保时捷、黑色特斯拉一台煞一台停伫豪华住体地发生。48岁姓陈查甫人，伊车拢互检方查扣，伊利用香田国际甲国际赛车手的身份，讲是有限量超跑要卖，向美国买的人收钱了后，所无交车，涉嫌诈骗。那假借出售法拉利限量超跑2辆，向美国的法拉利经销商进行诈骗。那因为诚信主显示法拉利车队的知名车手，加上他又伪造了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意见书，美国的法拉利经销商就信以为真哦。姓陈主嫌伫差不多5500万的7期上班经做车花行商，佮继续律师意见书博出现金，成功骗走美国买卖人935万美金，合彩票差不多3亿。检方佮发现伊经营线顶签缴平台洗钱。主嫌还涉嫌在台中7起的商办经营不法网络签赌平台，全案已由台中地检署以涉嫌诈欺、赌博、违反公司法、组织犯罪条例起诉侦检。主嫌的豪华住体名车、精品皮包啊、名表甲真济银行账户，拢被检方查扣，不法所得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甲追定。台中地检署则是侦结本案，将姓陈主嫌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搁申请羁押核准。另外一个姓陈的财务长3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昨这场发生伫高雄三元能源电池工厂的火灾，总算伫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阵拍花。目前这消防人员还搁伫现场咧转水降温。这场火烧呢，毋但是烧出真侪环境的问题，就连电风对电池工厂的安全嘛是有真侪疑虑的。这业者表示讲，有毒的气体是绝对袂排出来。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白读组的。身为在地里长，一听完手上的水平，马上就表达不满的心声。里长这期，不管是进前的设厂，也是工厂的设备安全，甚至是这摆大火，三元公司拢有暗看。我为你们从头到尾都在东北菜。你们昨天有那个记者访问我嘛？我说里面听说有储能厂，他们告诉我没有。结果这里面写什么？就是有储能厂嘛。我告诉你，都已经灰熊卡层啦。还这么说我们没有储能厂？这场大火烧出大家对环境和生命安全的担忧，包括经济部、环境部拢有派人来说明相关的监控结果，目前一切拢安全。日后针对救灾做法一个检讨，三元公司总经理也带领员工会实地，同时强调，无论是厂区设备和制品的安全性，也是火烧的相关救灾废水应变处理，拢有下标准。面对电力这期，因会个继续努力。燃烧之后，我们经过国外的几个认证单位，包含 NASA。燃烧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铅氟酸，一点点都不会，我们连0.1 ppm 都不会。我不太信任3元的了哈。这件事情我要求经济部园区管理局哈，这个部分在2个礼拜内要给我一份，跟给所有的乡亲们一份公正的第三者做出来的专业报告。我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跟检讨整个后续的一些处理措施。三元电池厂的大火已经伫15早起8点拍花。因为火场的温度有的所在也是伫40-50度，业者讲必须要降到室温25度以下才是安全的。因此，消防局目前也有53车、97人伫现场持续转水监控当中。记者柯家朱、柯兆勇、高雄仓报道。好，来看这场火灾，其实专家表示讲呢，做锂电池的工厂哪阵发生火灾，安尼是真恶拍坏。亲像去年伫南韩是有类似案件，迄当阵是用6点钟的时间，才总算把这火拍花。也毋过目前咱国内消防法规是针对这锂电池的安全管理，也无一个共识。分推车又到2站楼管，对厂房大量喷水，工厂内拢是乌烟雾品，红烧甲乌麻麻。高雄锂电池工厂火警为透早5点消防人员接到报案开始，经过8点钟，火势才互控制。木头烧起来，你给它洒水，洒完水它是不是降温了？达到它的这个燃点以下，那个木头的火是不是就熄掉？锂电池不太一样，锂电池它只要烧起来会一直反应，反应到它所有的可燃物全部都不见了。锂电池火灾歹拍花，若拄到外部冷却、小度等因素，才会引起热失控。内部化学物质反应失控，就可能造成化学爆炸。这摆电池工厂导火状况更较歹处理。事实上，2024年，南韩就有放35000粒电池的仓库连环爆，烧6点钟才拍花。今年1月伫美国加州也有类似案例紧急疏散，达到1500人。随着电池需求日渐增加，国内对能源厂房的消防安全和安全监管。如果它的原料是公共卫生物品，它的位置构造设备的要求就会跟一般工厂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像这种制成成品的，譬如说像一般的电池或充电的电池，就不会是所谓公共卫生物品的范畴。消防署表示，目前针对锂电池制造原料中有较小较复杂的物件，都符合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第4篇严格规范。也不过，若像锂电池成品准防，并不是较小较复杂，只依照一般工厂规范。国内储能的设施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规那边要跟得上。所以有一颗电池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它就很容易就曝光，就是因为它会造成一些连锁反应。也不过，也有专家认为，锂电池平时属于稳定的物品，法令无可能以每种物品拢做规范。工厂平时彻底遵守消防规定，加设置充足消防设施，保持防灾意识更加重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这有影是建校长寿期呢，伫新北市的新店的一个40多岁男性，伊伫菜馆行数万外空，结果呢一个寿期，毋但是甲人抢10多万的现金，也哪像有甲这店头甲破汽油。8点钟过了，这警方是伫台北市的艋舺甲人抓着，身躯顶嘛，互人超出毒品的工具。来，旁边停车。警方报路刹车，要求10多人停落来。你刚才在新店干嘛？没有。没干嘛？是要去找朋友。
面对问话交代不清楚，这40多岁查甫人牵涉强盗案件，为新北市新店一路倒到台北市。有嘈杂声，因为我就住在对面4楼，所以我还拿着阳台，我还从窗帘拉开看了一下，就看有一个人跑来这样跑去。被抢的就是这间菜馆行伫安德街顶馆，涉暗细红的查甫人14半暝11点外伫店内耍宾果输办歌。那甲店员去冤家，各疑使用汽油破柜台，抢走10多万现金。他常常在那附近游荡，就是旁边这附近的客人应该都认识他。会不会其实想都是熟客，当下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警戒心。可能会有，但是要看他的表情嘛，还是看有没有跟他有纠纷。在这店头对真熟悉，伊是真一间菜馆下老顾客即摆煞动手抢钱，警方差不多伫8点钟将人抓到。恰逢本分局安康所员警下班路过，发现店内情况有异，立即驱遣追捕。经通报相关分局拦截围捕，在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艋舺大道口查获到犯嫌到案。嫌犯毋但涉嫌抢钱，身躯阁被查出数安非他命的物件，也被依照强盗甲毒品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的消息来看，今仔日受到这对流的影响是较会有大阵雨。气象署针对台中到台南地区来发布大雨特报，提醒要注意单雷公甲透风的情形。也那嘉义县六卡乡今仔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90米啊。基本上像是在苗栗以南地区普遍都是有些降雨的情况出现，特别像是在台中、彰化以及云林跟嘉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来讲都算是相当的明显，特别像是在嘉义地区已经有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都是超过90毫米以上的所以请你在苗栗以南地区的话，今天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会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这气象署是表示讲，即马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苗栗以南的地区普遍是拢有落雨的状况，有一寡所在这雨势是会落较粗。另外，伫菲律宾东南边，即马是有热带系统在发展，无排除伫拜四过了会成做是热带性的低气压，甚至是变做风台。也若拜5甲拜6会是即个热带系统上靠近咱台湾的时阵，到时阵东部地区可能会落雨。再来关心这风台弹若是扫过台湾，伫台南的安南区有一搭收容9000只流浪狗的这场所是损断甲真严重。另外，台南的农作物嘛是大规模的损断。这农业部统计，台南农损是有10亿外，这是全台上界严重的。这农业局讲，目前中央已经有公告，所有的项目拢会补助。真侪狗仔大声咧吠，详细看因住的环境，因为这回风台大风大雨，甲遮生甲真食力。台南安南区这个七村水狗舍，因木造建筑物起超过30吨，这回江俊峰甲建筑物生甲东倒西歪。这当时是为着要减少流浪物掺人的冲突，偷偷收容流浪狗，收超过9000只狗仔。这种狗舍损断甲真严重，负责人无奈讲，因年岁大，遮资源嘛有限，唔茫通有人来遮倒卡手。平常其实也蛮常会捐一些，比如说流浪猫狗的一些捐款，所以也蛮心疼这些小动物。如果这个狗仔场收容的量较济，建筑物上老的啦，这30吨的老式的建筑物，因为因的条啊暗门土条可能5吨8吨就会风化，迄钢筋就裸露出来啊。台南的农作物嘛，互风台吞大去。农业部上新的统计，这回损失已经超过26亿。那以县市来看，伊点是损失10亿外，上惨重。那上述的作物主要是金蕉，大概有2121公顷害去。再来是文旦同款乌有去。农业局嘛讲，文旦的量实在有影济。这2天假期，加在有100多人去灾区做志工协助清理。因讲会搁赶紧替农民恢复家园。通常农民都是比较年纪大，所以他们很需要被帮助，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假日就到麻豆的文旦去帮忙减温。那个麻豆的部分是6500公吨，那个下营的部分是200公吨，湾田部是100公吨。其实我们跟那个农会已经先协议到7月18号，希望说来做这一部分的清理。农业局嘛指出，目前中央已经公告全品项补助，另外电力的部分，油源叫清通后，电油源也未来。台
台电统计，台南客家目前停电数是占上济，到达停电超过1礼拜。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我为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嘉义六卡乡呢，即马落雨已经超过90毫米，请当地居民一定要爱注意。另外来关心的就是这个丹那市风灾影响，中南部有一寡街条嘛是同款受到损害。这山地挂价逐斤是起到6块。另外伫云林东势一带饲鹅仔的所在，因为这通报着 H5N1 的这个禽流感，即马已经消灭2600多只的鹅仔。网友数是来呼吁这风灾过了，大家都要有严格落实这个卫生的管理。工作人员无用甲鸡卵一粒一粒装收出货。受到丹那市风台的影响，中南部有不少街条受损长，地区最近鸡卵的供货减少，火产地大卖价销为1斤32块，起到38块，差不多起码2成。这个孙模要恢复的速度，爱半年以上啦，无遐紧啦。短少了几万箱。哦，这回起码差9万箱以上的啦。卖卵农民表示，这个风灾，中南部有真侪街条，厝顶规个翘起来，甚至有的是脆炎炎，包括水帘设施、通风的系统拢受损。那征收恢复正常供应鸡卵，至少都要半年的时间。咱若云林当时有一间饲鹅场主动通报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拢总甲2600多只鹅灭掉。因为有不少街条顶因为风台受损，即麻烦到禽流感的疫情可能会扩大。防疫所呼吁，近期因风灾影响致禽舍的破损或防鸟措施的损坏，请禽产业者应尽速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及生物安全。另外，伫中华沿海所在，风灾了后，饲鹅仔的农民嘛发现收成减差不多2成。这种态度退散去，无本来嘛食肥的。要食肥，一头3偌济？3块有一分，3块有2分钱。饲鹅仔的农民表示，若无受到风灾的影响，原底一笼的鹅仔被烤了后，差不多也有6斤，不过即马敢若剩4斤，因应后续恐惊还阁有风灾会来，即马敢若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有补助这地势较低的所在，甲稻草带入去涂骹下底50公分，避免在风台来的时阵，好流流出去，安尼踢到水沟啊。也毋过其实有公所反映讲，这是无啥效果的代志。另外，部分的农民呢，也是会选择伫挂稻仔期间，规起甲一寡农业的废弃物顺续甲烧烧咧。这县政府表示讲，会加强宣导甲辅导。农民伫家己的田里或者是菜园啊，投烧农业的废弃物，造成空气污染，这是违法的。不过，伫宜兰这可能情形也是真接快。会当透过，比如讲村里长等等吼，都是增加搁较侪这种宣导的方式，互大家知影讲，除了稻草以外，都是伫厝内底这款废弃物，也是讲粪扫，其实是嘛袂当伫厝内底安尼黑白烧的吼。即嘛是稻仔收成的时期，因过有农民认为讲，烧稻仔除了解决废弃物的问题，嘛当较无虫，互土肉较有肥。所以就算是违法，要是清早看到有人咧偷烧。不过，县府讲，烧农业的废弃物会造成空气污染，歹处也是占较大棚，所以会加强宣导甲稽查。我们是针对个人啊，就是空气污染防治法是1200元以上到10万元以下这样。另外，农民挂稻仔了后，根也会留伫土底。若拄着风台大水雨，这稻仔的根有可能甲排水沟塌掉咧，造成饮水的问题。县府嘛补助伫地势较低的所在，每公顷6000块来环境，请农民甲掉伫土里稻仔的根，甲伊翻入去土底50公分深。不过有向公所反映讲效果无好，因为若拄着大水雨，要是会甲排水沟塌掉咧，甚至规个大路拢是。稻埂的翻耕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宜兰县政府可以来补助，将翻耕的补助改成把它捆成稻草，就是说我们建议农民卖切长不要截断，就是留整株的一个稻埂。县府表示，会甲公所的意见纳入检讨，建议先伫地势较低的所在小规模来试办，请农民保留规丛的稻仔，莫甲挂复长，而且回收。会由县政府来辅导甲补助，效果若袂歹，会评估敢是要推广。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的消息，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全国大罢免呢，这是倒打算11天啊。民进党立院党团是去新德市来宣讲，讲要罢免互人停职的市长高虹安，也阁有哪位郑正乾。另外，这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斯宝的团体进程呢，是有互人恐吓，即马检方侦结，照违反着刑法甲选罢法来起诉惹事的人，也那罗斯宝本人也好友支持者，就爱理性。蓝白在国会匪线乱政，我们要入台，我们要做民主，这样好不好？好。第一波24个哪位和新德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时间剩无2礼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15去到新德，和地方的党公职和罢团合体来扫市场，封锁定的国民党立委郑正乾嘛用行动反制。新德市是这摆全台湾唯一一个面对双罢免的选区，方停职的市长高虹安嘛强调讲，唔惊资源无对等的战争，嘛形成反罢免拿白合。但是选情愈升温，嘛激化对立。台北有查某人伫4月涉嫌提量的去恐吓罢免立委罗斯宝的团体文山退保，北检14侦结，照违反选罢法刑罚恐吓罪甲起诉。所有的公众人物应该要站出来呼吁各自的支持者，请停止暴力的攻击，回归到理性的对话。一开始我就感谢这些支持者替我仗义执言，可是我也劝他们绝对不要任何的暴力，不容许啊！而且我绝对不支持公民团体护国车队，我们即将要绕行我们桃园哦。民团发起的护国大照镜巡回活动15早起是伫桃园，和立营的党公职集结。面对国民党上新的反罢诉求是呼吁民众，若想要保有立法院通过的4加1国定假日，和延续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的福利，都要徛出来。对这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质疑讲是公开买票。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即马是当咧巴拉圭访问，而且也有去拜访着总统贝尼亚。这贝尼亚是来强调会来捍卫两国之间68档的友情，也表示讲，伫今年8月时阵会来接见咱的总统赖清德。即马根据这了解，咱的赖总统呢，今年8月时阵是会去到巴拉圭、瓜地马拉，也有贝里斯，而且迈过境着美国的纽约甲德州。也毋过，咱总统府目前也未有相关的说明。和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热情握手含小揽，外交部长林佳龙带领企业代表团伫巴国访问，贝尼亚重新坚定捍卫台巴68年的邦谊，而且讲会伫8月接待总统赖清德的到访。Quiero cerrar mi intervención nuevamente agradeciendo al canciller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agradeciendo a los empresarios que han venido. Nos preparamos con ansias y con mucho afecto para recibir al presidente Lai en 30 días. 根据平面媒体因消息人士的讲法，这次赖总统8月会进行就任了后第2摆的出访，拜访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且第1摆对美国本土来过境，分别是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不过总统府讲还未有相关说明，若是有确定安排，会随向国人来公布报告。我国友邦元首邀请赖总统赴访，是彰显两国的邦谊紧密友好的表现，而安排高层的出访一向都是外交部的重点工作，但是外交部目前是没有元首出访的相关资讯。后续如果有确切的安排，将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说明。其实，总统在2023年做副总统的时阵，就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出访巴拉圭，参加贝尼亚总统的就职典礼。迄当阵是对纽约和旧金山来过境。即马伫川普2.0的时期，赖总统搁一摆过境美国，相关过境规划和接待规划，一定会变作各方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在罗西亚拿准无伫50天内，甲乌克兰来达成停火协议，安尼美国就会对罗西亚来提出100%的刺激关税。当时，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讲，伊甲来拜访的这美国的特使对谈是真有效果的，伊嘛来表达对川普官员的感谢。But we're very, very unhappy with them,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very severe tariffs if we don't have a deal in 50 days.
tariffs at about 100%. You'd call them secondary tariffs. It's not my war. I'm trying to get you out of it. And we want to see it end. And I'm disappointed in President Putin because I thought we would have had a deal 2 months ago. 美國總統川普是喺被用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呂特見面時陣講一項宣布。But we've made a deal today where we are going to be sending them weapons and they're going to be paying for them. 在這時陣，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喺基輔接待來訪嘅美國特使凱洛格，表示雙方峰會將有成效，也對川普軍方聲明表達感謝。根據美國廣播公司特派員表示，川普戲劇性嘅轉變顯示對羅西亞總統普京失去耐性，因為入侵烏克蘭和西方制裁了後，羅西亞已經設計出規套規避制裁系統，這個系統也可能對目前有判相比川普所規劃嘅出擊關稅有幫助。比如羅西亞所會也針對由數百隻有不明所有權嘅油輪組成，應用來穩住羅西亞出口石油和天然氣嘅來源。石油和天然氣佔羅西亞國家財政收入將近1/3，也佔其他出口總額超過60%。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來看這美國軍援烏克蘭的這國會是認為講，這是有通阻擋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也那美國共和黨眾議員是表示講，這北京起碼是當咧觀察這美國華府到底是安怎來應對這羅西亞的威脅。也那這川普對羅西亞制裁等等，咪當互中國知影講，其實美國是無咧軍生笑的。美國總統川普10時表示，會俾愛國者飛彈在內軍備，有北約備了後送到烏克蘭，同時對羅西亞下達15日停火期限。登記支持台灣的共和黨眾議員威爾森認為，川普政府轉向支持烏克蘭，應阻止中國對台灣的野心。When Xi sees the consequence of worldwide ostracization, and also he'll find out that Donald Trump is serious. When he does sanctions, he means sanctions. 雖然民主黨眾議員溫德曼批評50日期限成為久，川普也可能反悔，暗過參議外交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謝亨表達支持，因為川普嘅決定影響真濟烏克蘭人嘅性命。The people of Ukraine have stood against a much larger enemy. Just like Taiwan is facing a much larger enemy, but was able to survive. So that's an inspiration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 they must develop peace through strength. 比今年2月，川普加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喺北京對嗆川普對兩國戰爭嘅立場大轉換，也促成黨內歸隊消停烏克蘭。國會山總部分析，美軍6月轟炸伊朗了後，並不加入中東戰爭，後美方對兩國戰爭嘅態度更加強硬。川普這個月是表示，伊感覺講，伊甲俄羅斯總統普丁嘅談判無法度有實際成果。川普喺外交政策畫向鷹派這邊。共和黨人是認為中國看在眼內。共和黨眾議員唐寧表示，北京嚟觀察美國安怎應對伊朗加羅西亞，佢想要做出弱點，試探美國嘅紅線。I don't think Xi Jinping is going to do anything while Trump's in office, and I'm very confident in that. They're running a marathon, and a lot of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run sprints. I mean, they're looking at reunification in 50 years. Not most of us are looking in 4-year increments, and so that's a very different way that we have to look about. 南美長期對抗台美合作一定要更進一步。美國參議軍事委員會第102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當中，對邀請台灣海軍參加環台軍演，將當年使用嘅建議改做強烈建議，為烏克蘭戰場加大海緊張局勢，華府嘅轉變態度積極應對。公司國際記者彭祖哲美國報道。好，即馬北半球大好是熱人，所以呢，這加沙走廊伊個氣溫嘛是差不多佇個30度去卡到。也毋過因為這空氣是真乾燥，而且這日頭直直安尼拍落去，對遐住佇個텐트的人民來講，其實是真艱苦的代志。尤其現場呢，這物資閣真欠缺，醫療資源嘛無夠用，170萬巴勒斯坦人即馬當咧面對嚴重的人道危機。加沙走廊未來1禮拜日時的氣溫會維持佇攝氏30度到32度之間，拜3到拜4高溫可能閣升懸，但是佇目睭就的布棚內底，燒燙燙的環境可能到40度，已經拍到傷的病人。佇這款燒熱的天氣，皮膚痛、血熱又閣一直流汗，而且閣可能着刷脫水甲空氣感染。بسبب الصيف يعني بسبب الشوب، قلت أنا لو في السقعة أنا بتألمش في الليل، باخد علاجي وبنام.
اليوم أنا بدي علاج أقوى وجرعة أكثر ما فيش في السوق ما فيش في另外一位病人的脚是白红带，在这款环境想要恢复，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简单的保病，和感染的风险增加，佮较免小熊会当直接困佮疗养。 يعني كل شويه بدي امزق الجلد عشان انا بس اقدر اني احك اني اريح. 根据医护人员的报告，这款的情形继续发生，病人的状况也恶化加真紧。 تأخر التئام الحروق بسبب انه اول شيء بتزيد درجة الحرق مع الحرارة، احنا طبعا بنوصيهم انهم يبعدوا قدر الامكان عن الاشياء مصادر الحرارة. 天气热热，大家拢需要水，止水单也是清空水，但是无水通用。这位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囡仔若生下是无法度治疗的，并且讲这个桶仔因全部是空的，因一礼拜敢若会当灌水2届。 而且是底袂满的，真歹得到饮用水或者是清气的水源。过去几礼拜以来，严重欠水，互加沙的人道危机又搁恶化。人员欠缺致使海水淡化和卫生设施关起来。另外，最近以色列军方防指控枪杀去援助据点领物资的百姓，以色列承认有开枪警示，但是否认造成伤亡。17拜一会当对以色列边境看到高高烟冲出来。根据加沙卫生部统计。 以下冲突以来，已经有58000人死亡，超过一半是查某人甲囡仔。美国总统川普13表示，希望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谈判会当伫这礼拜处理好。都市新闻黄文玲编译。 来关心咱国内在地消息，这台南的西拉雅原住民代表是去到行政院交出陈情书，因不满着政府提出着这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的草案，认为讲应该爱甲平埔族来加入这个原住民族的基本法的保障内底，互因会当有同款的权利，唔通搁另外来设专法。 我是平埔原住民，国家兴我身份。 西拉雅族人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因和其他的平埔族为着要争取正名做台湾的原住民，已经抗议30几冬啊，一直到2022年，宪法法庭判决出来，讲政府无互平埔族登记做原住民族是违宪的，规定3冬内就要修法。今年10月份就要到期啊，剩3个月时间，政府修法的方向是另外立法，这互平埔族人要爱的无同。过去赖总统他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在。 履行他的这个承诺，对西拉雅证明跟平埔族群证明的承诺，可是他可能忽视了他今天的这个承诺，行政机关并没有落实，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向总统来澄清。 行政院已经有提出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的草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送入立法院审议。不过，这款的做法，让平埔族人感觉不满，因呼吁政府应该直接将因加入去原住民族基本法内面，无应该另外设一个专法。因也认为原住民的权益应该拢爱共款才对。阮的适用着阮吼，就原住民的，嘿，因较早就有遐基本是安尼，因就爱个爱安怎啊，阮就爱另外安怎，这我感觉无适当啦。说立法院他们其实也有提出一些不同的版本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尊重立法院的决定。拜二甲陈情书交予行政院，行政院是表示因会阁讨论建议。伫行政院抗议煞了后，西拉雅族人也会去立法院，阁来去总统府头前顶情，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 去年底有传出伫彰化市一间幼儿园，这学生囡仔身躯顶私密的所在呢受着伤，那像就是受到一个姓詹的助理老师甲因虐待。这县政府启动调查，因为无直接的证据来指控，所以落尾是无成立。也毋过在调查过程当中所发现讲，另外一个姓李的教保员有不当管教的行为。这家长批评讲，县政府处理了无好势，影响到囡仔人的安全。我以前学校有坏老师他会打我，我一直哭，他还会戳我的屁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孩子这么说，因为这半年我们一直很避免跟孩子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的诉求就是教育处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专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调查。针对这158次密集的不当管教行为，应该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判定。 彰化市一间幼儿园是逼出有不当管教的行为，有6、7个家长出面来指控。伫个县议员陪伴之下开记者会，指控这间幼儿园有不当管教的事件。虽然讲这县政府是有针对这当事的教保员，也有幼儿园来裁罚，也毋过并无调查不当管教的程度到底是到倒，而且这受害的囡仔人数嘛无去调查。这县政府是回应讲，会个重新来调监视器来了解。
好，来看即马热人已经愈来愈热啊！有民间团体呢是表示讲，其实伫过去这40冬来，8个主要县市平均热伤害时数是增加213点钟，这也代表囡仔人伫外口活动的时间已经缩短。专家就表示讲，其实这对囡仔发展有负面的影响。热人去户外游戏场所，较细粒子的囡仔感受到的烧气是搁较明显。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新北新庄公园无共铺面测试。结果发现日间草坡有到64度，无芳的铺面甲山坑仔嘛超过50度。除了它直接接触的表面会温度比较高，有烫伤那种疑虑之外，另外一个是孩子也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地面的热辐射的关系而有中暑的疑虑。日头愈猛，囡仔伫日头骹佚佗，热伤害风险就愈大。热血和平根据中央院气象的资料，以综合温度热指数 WBGT 来评估。算出过去40年8个主要的县市，每一年热人平均的热伤害风险的时数增加213点钟，而且指出2023年热人有到780点钟，等于是有52天无适合去户外行踏。这样的高温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因为也剥夺了他们可以自由玩耍的权利。高温它不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世代不正义的问题。不积极减碳的话，未来的儿童的童年恐怕会被偷走更多。环境部表示，高温已经是全球的问题，针对儿少的健康，已经甲卫福部积极咧研究，安怎降低户外游戏场曝日热伤害的问题，会提出指引。哪一些是适合就是作为示范点，那我们来做成指引，然后接下来就是请各个地方政府大家来一起来依照这个指引来做改善。热血和平烦恼讲，若无积极来减碳，到这个世纪的尾期，热伤害风险的指数会增加到1193点钟，超过半个热天，拢会伫热伤害风险内底。陈光平表示，亲像树皮、柴油啊等等这些自然的材料，若摕来做铺面，对降温有帮助。呼吁主管机关会当拟定游戏场降温具体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在应邀进前有宣布要来开放，予民众伫放学，也是讲休困日的时阵，会当甲学校来借球，也是器材等等来使用。这个政策是引起学校基层的不满。即马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这教育部呢，针对这校园公共球的政策，同款是无看到这基层的辛苦，恐惊会造成教学以外的负担。真侪人会家己造球去公园，也是学校拍球。为着要推动全面运动，校园开放，教育部催教时宣布，要甲各中国小的球免费奖予学生和民众，引起大家讨论，嘛引起学校的不满。说来解讲，这球会由教育部出钱来买。后来随接教育部阁表示，会先找学校试办精神评估。调研正董事认为，教育部爱有详细的规划，才来公布实行。除了经费要对倒位来，因嘛认为这个政策会增加学校的负担甲安全疑虑。假设有出了一些安全上的这个疑虑，或者是有一些球突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如何查核？教育部说会补助，那么是一次性的补助，还是会有长期的盘点、长期的预算？谁负责后续的维修、更新以及管理？不是说有反弹的意见才来急踩刹车，所以我们要再次的呼吁，我们希望教学现场必须要尊重我们基层教师，让老师可以专心的来教学。另外，有民间团体认为，推动全民运动不是学校爱承担的工作，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部提供球和运动器材给民众，拢会对学校跟老师造成教学以外的负担，恐惊影响学生受教的权益。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从上次的班班鲜乳到这一次的爱心球，全民运动以及补钙不是学校的本职工作，所以请不要增加学校的困扰。兵团要求教育部应当明确停止校园公共球这项政策。调研政党虽然支持推动全民运动的理想，也毋过徛伫学校行政检量的前提，应当爱含基层沟通、定真评估和规划实践做法。因为教育部是回应讲会先试办，相关经费和采购是拢由教育部负责。公共球嘛袂互老师负担管理问题，未来会谨慎研究推动方式。记者卢尚珠、郑顺友台北报道。
再来看，即马咱的财政部是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的无确定性，所以宣布国安基金继续来护盘。今仔日台股开盘的时阵呢，原本这市场是要咧观望，也毋过一直到10点迄卡刀开始呢，就有真侪人来买啊。另外，即马台票换美金最近嘛有较跋起。财政部宣布，国安基金继续护盘，无被退场。15台股大盘早盘是一路小可幅度的震动，台积电嘛收平盘1095块，市场观望的意思真高。不过10点钟后是冲入台积电的买盘，大盘中起到上悬22888点。至少应该是法人哈，那只是说到底是外资呢，还是政府基金的杰作哈？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以昨天的这个大盘的氛围来看的话，确实呢，市场是很担心。我相信这个是昨天这个国安基金说还是会持续进场护盘的最主要原因。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国安基金是对4月初9入场，到6月30拢总57个交易日，投入77亿外来救市，小点无实现利益是要11.84亿。这摆无被退场是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的措施还未完全确定，国际资金的刷动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地政治风险嘛是阁存在等3大因素。主要像央行的新政策本来就是希望，很多的资金如果要来投资的话，那当然是例如说像 T+1，就是有买之后资金要汇进来。如果接下来这个台股有比较明显的涨势，我相信对于台币来说也是一个支撑。另外，台票换美金15开盘是29.32块，落2.4分。延续前一天的落势，整体是呈现美金回弹、阿伯走落的局面。不过，专家分析，台票敢会当回稳，阁要持续来观察，看最近敢会当脱离28.8块到29.4块的区间，再当进一步来做定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提关咱台湾的国防防卫论性来看，这是汉光41号演习，今仔日已经是第7天啊。这是模拟了中国的军队来登陆台北港，陆军269旅是伫个新北的北里这个所在来设阻挡的措施，也阁有拖式的这个2比飞弹车是第1届来参加演习。另外，咱的宪兵指挥部嘛伫个台北甲新北交界的这万板大桥来演练专线封锁的状况。警报声弹，汉光41号演习是要煞过啊！第7天冲侵防御作战，模拟解放军登陆上海，要侵入大台北地区。陆军269旅15到2前线作战，出动无价无人机掌握敌军的动态。国军第7届汉光演习，大量运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情报收集，另外也设6座阻挡设施，包含透过自强演习定制民间的大型车辆，展现全社会防卫论性，因治解放军侵犯的节奏。面对解放军突破障碍，官兵是互相掩护，坐分把驾车向后面刷叮当，拖小2比飞弹车也头1届加入作战，有真厉害的反装甲火力。学者观察，国军结合现地作战，表解放军大力限制，荷兰通用火力包围。国军模拟共军已经从台北港登陆之后呢，在新北8里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而国军呢也出动了这个云豹甲车以及托式2B 飞弹车，要迟滞共军深入首都的震惊中枢。这也是托式2B 飞弹车首度加入汉光演习，借由这种阻塞线加上火力掩护的方式，强迫共军必须走国军预设的道路，吸引共军不断的深入国军的主要的火力交叉地带，或者是主要的埋伏的热区。刚一天透早，宪兵指挥部伫台北甲新北的交界万邦大桥，头1届演练专线封锁，防止解放军对新北拍入来进入台北市区。宪兵是伫现桥娘手臂甲据点群作战，到底爱思考防御工事，出动分把驾车、车站飞弹，反制解放军的装甲兵力。另外，攻击和无人机也参战，正做这届操演重点之一。宪兵出动他原有的监侦机先行做敌情的侦收。那侦收完之后呢，除了他们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4辆云豹甲车的支援，还有后方所谓的120重迫击炮的支援。也那金防部14暗时是实施联合团花火枪实弹射击，出动驾车、各种的火炮，结合9大离岛部队，做伙执行防护射击。那既有战车、甲车等30余辆，那预计使用的武器有各式的榴炮、
战车炮等3万余发。针对离岛可能加做解放军夺岛的目标，金防部强调，战争伫倒位拍，部队就伫倒位训练，透过实弹操演，建立真歹的希望，来戏惊解放军唔敢侵犯台湾。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彰化市长林世贤甲民间团体也做伙来呼吁社区、企业甚至是个人做伙来加入轮性防灾联盟，和防灾真做是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伫遮嘛爱提醒到观众朋友，这2025年城镇轮性的演习，今仔日下晡1点半开始，会先伫个苗栗、台中、南投、彰化来举办，民众听到这淡水雷声，应该就爱配合引导就近来避难，若无上悬是会罚到15万。但若是风台算长中南部地区打咧饼灾后复原，加上气候变迁甲极端天气愈来愈严重，最近几年短时间大水雨直直造成市区积水，也是地动带来建物的损害，拢互民众真不安。彰化市长林世贤甲真侪民团诉求建立轮性防灾体系，邀请村里社区、企业伙伴、学术团队，也有所有市民加入轮性防灾联盟。过去在防灾都是政府机关在防灾。但是就是没有将社区纳入，所以将社区跟产业纳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让全民一起参与。对我们来讲，韧性是一个横跨天灾跟人祸2块的领域。各个不同的灾害的发生之后，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推广，让全民理解韧性。是一个全民共识。联盟会以降低脆弱度、提升恢复力来做核心的目标，推动防灾教育，扩大也共享防灾救灾的资源，佮有即时的资讯。未来也会定期举办联合演练，引入更加多智慧感测甲社区的预警系统，把防灾加入日常生活。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不管面临天灾还是人祸，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救，都可以互助。我们从基层开始建立一个更有韧性的社会。当年配合国军汉光演习进行的防空万安、民防民安演习，今年合作会正做是城镇轮性演习，15先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举行。下晡1点半，警报若弹，应该保持冷静，配合引导到附近的所在避难。若准无配合演习的规定，相关会当罚新台票15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捷运是连续2天发生有物件卡伫车门的意外，后这列车呢，这门是无通正常关起来，其中一班车敢若会当当场登去检收，了后检查才知影讲原来是一张车票，也佮有酒精的干仔落伫个门旁。这捷运公司是来提醒民众呢，坐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个人的物品，也要避免挖进车门。过车门一卡夹出来车票拢是路的混杂，就是板南线一个营运当中的列车出现，这车门无法度关情形，经过维修人员检查，确认有物件卡掉咧，不过无法度马上提出，安排列车回厂检查，未到机场检修，才发现车门一卡卡这张车票。我们曾经有东西掉到缝里面，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跨过那个缝就会注意，就是把它抓好，包包抓好。连续2日台北捷运拢发生物件卡门的事件，13板南线府中站往阿东门去方向的一个列车，也出现一个门无法度关，原来是车门甲车体之间空旁有一个喷酒精的管仔，车门无法度关起来，14个发生车票卡伫车门底，提出来了后拢恢复正常。卡门异物多是随身物品或背包吊饰，进入车厢后尽量往内部移动，将后背包改为手提，请勿倚靠车门，并与车门保持适当的距离。各界指出，车门无法度关，电联车竟是因会继续发出声音提醒，列车是因为安全设计停止出发。统计为114年开始，列车车门无正常，检修结果超过70%拢是原来物件卡掉咧。亲像雨伞，也有电镀饰品，牌包顶悬吊的物件，甚至有大型珍珠棒。呼吁旅客进入车厢了后，应将牌包改做手竿，唔通挖车门，避免因为卡门耽误行程甲损失物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身心障碍者的权益，这是立法院会已经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修正案，把迫害者改做是优先性，适用的对象改做是有实际需求的人。身心障碍联盟是建议讲，其实会当用大纸来表示，或者有需求也毋过煞歹势开喙的人，因的权益嘛通受到保障。对，有点没事。
大众运输工具的破坏做，真正传出争议。为了降低社会误解甲冲突，回归合作的本质，立法议会15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修正案，把破坏做的名改做是优先性，适用的对象嘛为原地老人、囡仔等等，调整做其他有实际需求的人优先通过。病痛在身的民众，或者是健康不佳、无法平稳站立搭乘的乘客者，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导致原本善意的制度反而成为制造对立跟道德压力的来源。不少民众即使身体不适，也不敢坐下。现在年轻的喜肾很多，外表看起来就你年轻力壮啊，为什么需要休息呢？或是癌症化疗治疗中的那个脸外观都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真的身体虚弱。强化保障有需求的人，立法议会嘛通过附带决议，请交通部甲卫福部研究优先性多元宣导的措施，还有定出统一的标示。另外，立法院嘛三读通过老人福利法第48条的修正案，甲目前评鉴排名制度汰掉，改做是合格甲无合格，互老人福利机构甲长照机构有同款的长照标准。这是为了导正目前的这个老人福利机构评鉴制度跟其他的长照机构有不一样的这个评鉴标准，有助于这个制度的简化，以及这个让资源回归到照顾的本质。未来老人福利机构经过主管机关的评鉴，无合格者爱限期改善，到期若无改善，会当罚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以改来算来处分。情形若严重者，会当罚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办的处分。停办期满若要无改善，会当废除设立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西区市也就是西市场，这重建了后到呾开幕已经满1冬啊，也毋过目前这呾位是剩7成。这县政府即马是积极来改善排烟的问题，即马为着要互市场的人客会当搁再回来，这主题会嘛定定来举办活动，未来要转型成做是美食街甲特色市集。早起8点，一行入西市场，有的店头才开始咧准备。平常日日透早，人客也未来。去年西市场拄开幕的时阵，虽然真侪人来，但油烟处理做了无好，加上停车位甲呾营业时间的问题，民众来西市场找无伊买，一摆两摆就无愿意过来，人客愈来愈少，造成袂少呾挡袂牢，只好退出。目前有70个位，只剩50呾有人咧做，排呾的比例大约7成左右。人潮是慢慢的有回来啦，不要说把它当作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因为虽然这边有冷气，然后有停车场、有厕所，不过因为会来市场找吃的人，或是来逛的人，大概他们都是希望 CP 值要高的商品。就是炒啦、炸的时候是确实啊，听说也要改善啊，所以以后要改善啊，所以我们在等这个机会啊。店头家拢感觉有豆豆咧改善。这礼拜是屏东西市场改建的1周年，市场的基地会为着提升人客，举办活动庆祝。对7月11到20有唱歌比赛、消费抽奖的活动。轮到活动的店头爱一边顾店，搁爱一边主持。虽然足无闲，但是这店头啊拢愿意做伙拍拼，互西市场的人客数量会使提升，大家生意愈来愈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的部分，那因为其实县府已经有在进行讨论的动作，那希望就是可以加快速度，赶快把这一边整个空调这个排烟问题的部分做了详细的完善。我们就是会一直规划不同的形态的方式，然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做参与。基地会干部讲，油烟的问题，县府有咧处理，嘛会继续检讨档案的分配。西市场是屏东头早对传统市场改建为新式市场，引起袂少关注。基地会希望经由内部调整，以举办活动，互民众决定熟悉食好食的物件甲特色，找回开幕迄当时的盛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守护民众的健康来关心的是，这美国的卫生部是参国际粘制品协会共同宣布，在2028年进前，会渐渐来停用这冰淇淋当中的7种色素。这卫生部长是学了着民间业者的行动。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甲农业部长罗林斯到领养零白色的冰淇淋食。根据统计，美国人每年平均食4加仑，差不多15公升的冰淇淋。为了让美国人用食到健康的冰淇淋，卫生部甲国际零制品协会14共同开记者会，宣布伫2018年进前，会为冰淇淋甲零制点心内底添用7种食用人工色素。
This announcement today represents over 40 individual ice cream companies. It's the single largest effort of its kind, and it's efforts like this that demonstrate how our dairy industry is different. 同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宣布批准一种叫做基质内天然色素，这是 FDA 过去2个月来批准的第4种天然色素。虽然目前还无正式协议或者是立法禁止这人工的色素，不过小萝卜干内地表示，政府部门甲食品业已经达成互相理解，同意删掉这色素。We now have about 35% of American food industry that has made commitments, and that's addition between 35 and 40%. And that is in addition to the 35% of the food industry that was already organic and healthy and chemical free. 为小萝卜干内甜就今起来，包含卡夫亨氏、通用魔方、雀巢、泰森食品等真济间食品公司，拢承诺伫未来几年内，为食品内底企图做负使用人工色素。干内地也表示，未来几个月农业部甲卫生部拢会发布新的饮食指南。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然后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